接下来带大家来认识一位后生建筑师罗克，意思在讲是从小伫工地待的哟，高中读食品加工，大学读生物科技，路美自家中意嘅。大学2年生，伊家天转学去读建筑设计，里面参加竞图，认识了一道设计师，也受到其他嘅影响，尤其是体育建筑安尼嘅概念。伊讲从泰国、马来西亚、越南一道后生嘅建筑师。都已经开始听闻讲，自家国家嘅建筑元素系乜嘅？唔过台湾还系个少年做创业嘅，一路过后研究彩体历史，用彩体嘅材料，减少用到无法度重复使用嘅父母奶。以上系设计出来嘅物嘅，都像系一块土地上生出来嘅样样。也趁热社区作为几多社区营造嘅案例，免费提供设计图本社区用。以上要为家乡贡献自家的专业，为家乡的环境变得很好。你们这样做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你们记得这边还有一个步道。对，那这个步道跟这个步道之间，还有它这个凉亭的连接是怎么做连接？讨论呢，设计案呢详细嘅内容，30艺术嘅老客系了解建筑事务所嘅调价。它的窗是直视的，就是这样的形式，有可能在那边就是。贵建事务所总共长83，陶俊25岁，后生年为6地中下，系自己自家想会做嘅事情。它算是一个小事务所，然后他可能接的案子会比较多元一点，包括可能一开始的讨论。到后面设计，然后最后面可能去工地监工，这部分都是要可能一个人去负责。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学的也会比较快。实习的话，其实都是做比较无聊的工作，就是要么就是集合住宅，要不然就是你做的事情永远就是画平面。然后可是这边的话，可能因为就接的案子虽然比较小，可是比较有趣。你是还是关注吗？没有，被拉下来了。被拉下来。他说他那天有去土地公庙，对啊，这里啊，他土地公庙有一个道馆。點個月攤螃蟹，也係為人工打造嘅有限空間，比做食嘅素材很麻煩。一个日本建筑师，对吧？我们希望这次员工是去日本这样，因为我们画图都是笔电嘛，所以你今天累了，想泡个咖啡，在咖啡厅的感觉做，还是说你想到顶楼看着马武都的山在做事都 OK。巴沙當中做5個行業，大家向向嚟夢想普實普跳地解做，老客本單土嘅係生活科技，幫每組嘅機會讓人聽做武器，發現自家當中興趣，將潮出轉好，按用從味道建築設計嘅兩方面，不過其實佢老建築嘅關係也動情。我較係走促工嘅，從國小開始做，在工地做，到做到國中到高中，大學就考到高雄去了。嚇死了，跑很遠這樣。但是後來想想，其實他對我的影響蠻大的。雖然是做到咁唔想做，不過做出有帶嚟，本單有啲國外發展嘅機會，不過其實想回家鄉做到乜嘅。除了老東西讓它有新的生命之外，或許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元素是從客家人或是我們地方這個地方長出來的設計。對，那就是利用先民的智慧，然後我們透過它的這些智慧讓我們的設計可以跟地方是息息相關的，這樣子不會就是很突兀，就是一個很強硬的東西。把它整理乾淨，刷回來，然後玻璃換過，它就回來了，對啊。跟房子一樣的歷史那種。對，它就是這個房子的門，上面這個板就是它的板，我們盡量就是可以救回來就救回來。關係實點樣了解？兩幾年有當到藝術家喺個文創店去到街，見到張老屋出用嚟性感容貌。我們提供了一些建議，或是我們實際幫他畫一些比較簡單的修繕，然後到最後他們裡面，他們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大家都是藝術家，大家自己
把自己的这里面做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他其实对每一家店，尤其在修复上面，其实他都非常仔细，而且很谨慎。汤锤虽然后生，不过对设计动坚持。他们也认为，就是有一些古老的东西是不能够随便丢弃的啊。那怎么样去符合，能够可以贴近这样的建筑物，我不会，但是又不失去它原有的味道。希望它看过去是老街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们也不要刻意的去仿的那么旧。就是譬如像它这个墙面之前被打破了，我们就干脆就是保留它一些被曾经坍塌的一些痕迹。唔係太老太痛苦，思想會為家鄉貢獻自己專業，圖書界下接觸到嘅體育建築，也對其未來運用辦行、用辦做有動態嘅影響。地域建築它很大一個特色，就是希望透過在地的人力跟物力資源去做。解決當地問題跟氣候條件，還是他們一些建築需要的一些空間機能這些東西，它倒是會比較注重於人在那個空間裡面感受的那個精神的力量，對，然後用地方的素材去完成它。倆是係太重嚟啦，倆就下細啦，嗰時鐵太嚟啦。倆下貴啊？倆60個70， 70，倆80 90嚟。兩啲大家為到關係嗰種容納嘅安樂，來到山紅嘅資料先材料。小門用斜啊，排大型的地方啊，就可以用中的。用中的。啊，我還有中的竹子啊，你來可以去看啊。好啊。其實用在地材料是一方面它會比較適合在地，然後另外一方面來講，因為它是從在地取的，它也比較少運送的那個過程。竹子的一些特性。那老闆一定是最了解的。那我們要怎麼處理？我們要想怎麼設計？那可能就可以跟老闆去討論，再利用我們的創意來幫他做一點不一樣的變化，這樣子。一隻，就反正就這個在這邊，如果它頭在這邊，這個就在這邊，中間繞過這個，你懂我意思嗎？看得懂嗎？看得懂。對，就是這樣玩看看啊。在地的素材，这都是关西后山采的竹子，然后再来就是它就是真的非常的环保，然后造价也比较便宜，然后再来是学生都可以坏的话他自己可以参与，然后把它修正。这是178啦，178公分，然后我们来裁一下。冇用安豆腐木乃材體，速速嘅解吹掉也動作更高。水泥對於我們來說是很容易去解決很多的問題，但是就是因為水泥它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是一次性的，它沒辦法重複利用。哇！踹我下去，沒規矩，他就踹我。設計之前，佢就見到主持人溝通，也實際去到現場看。像那樣子，他就跳了過去啦。如果我們剛不是弄個木板，他就可以跳過去，他就爬到那裡，然後跳過去。爬在那個板子上就。對，然後他可以再跳回來。他會去我們舊的羊舍，然後去看羊的活動的習性，然後還有我們學生在打掃的狀況，他們就在旁邊看。那看完之後，他們回去設計的時候，在新的羊舍，他們就把這個理念放進去。比如說，像水槽的高度啊，飼料槽的高度，他們放的位置，他們其實都有考羊的需求，還有人打掃清潔的需求，都把它考慮進去。平常在辦公室就是可能就是比較平面，然後構想的一個方式去設計東西，到現場，可能會比較思考會比較活躍這樣子。後生團隊當然知得到動態嘅肯定。譬如說，像我們自己做畜牧的人，我們都會想到說，羊的話，羊糞，我們的想法是羊糞要怎麼把它帶離。可是他們的設計是，他用籠子的方式把羊帶走，然後我們在原地清掃，就跟我們原來的羊舍設計很不一樣。
跨业年lang行为警示前都见很忙打票，理想老显示很地个上榜。像我们很多案子，其实它就是没有什么利润的，但是我们觉得它值得做，我们就去做了，至少自己的信念还是在那里。虽然有穷时，就会穷下做下去。后生团队就重新的想法，用建筑、用设计来表达理念，为簽進財鐵機制，為家鄉留到家鄉贊助嘅美水。